就冇人跑23秒幾喎。大部分都係24秒左右啦。咁睇睇佢嘅發揮，好接近。係啦，3組啊，女仔。今次賽事好多女子組都係3組，就男子組咧就多人啲，多人參加4組咧就要 semi final 㗎啦。頭2名就入嘅，睇下黃韻芝係第9線係點跑啦。好啦，第9線就好麻煩咧，俾裏邊線啲人追。睇下咧就喺中間位置，印度選手嘅第6線咧就好快就過咗黃韻芝啦。同埋內線斯里蘭卡運動員都好快啊！係啊，斯里蘭卡就喺第3線嘅2位運動員。黃韻芝咧就想追翻上去喎。贏到權毅真可以第3，睇下追到第2先。係啦，啊1、2、3都定咗呢個局㗎啦。哇！啱啱話冇人跑24，佢又走24秒內，冇人跑24秒內。原來而家初賽就有啦。個風速咧就係0.5嘅啫，好快下喎。又係嗰句啦，好多接近到佢自己。好多運動員報嗰個時間咧，就同真係時間咧，真係有少少出入啊！23秒97嘅斯里蘭卡運動員，印度嘅選手咧就係24秒27，咁啊要睇個細 Q 啊！應該係頭2名加2個，係啊，要睇細 Q 啊！睇一睇時間啊！3組啊，24秒49都 OK 啊 ，PB 咗啦，已經係。跟住就25秒㗎啦，已經。咁啊睇住阿 Boy Mark 24秒49嗰個細 Q 嘅機會啦嚇。有2個細 Q 嘅，即係嚟緊嗰2組。如果有好緊要去贏馬爾代夫嗰個100%啊嚇，分分鐘就係入唔入